大家好，又到人来谈两个嘅时间呢。今日嘅两个人短短的听听，阿文过来朗读本大家听。一团草，水面浮，开拍花，结年宝。解读吼，一团草，水面浮，开拍花，结年宝。到底係乜嘅东西呢？哈，一团一种可以食的东西。用片 QQ 像羊角样的东西来看一下哈。来看一下，很多羊角的，乜个是羊角的？就是我们的菱角啊，国语叫菱角，羊角的。客家话当传神哈，当传神，就一个圆，一个形的啊，像羊角样的两片尖尖，有会翘起来咩哈？很多羊角的啊。那个菱角呢，它生在水里面，它平常呢，它还没有满结籽的时节啦，它是一团草，它会浮在水面上，然后它是开白花的，最后它结成元宝了，结出很多羊角的